翻到嚟 Nutcracker Travel，我係 Poland。我係阿謙。咁我哋而家咧就喺紐西蘭南島嘅 Leyte Capo，呢度真係好靚。咁啊，但係都好凍好大風。事不宜遲啦，我哋即刻行個圈啦，因為就快日落啦。出發！今集我哋會進行一個2日嘅紐西蘭南島自駕行程，由 Christchurch 出發前往 Queenstown， 中途會去 Leyte Capo 同埋 Mount Cook。我哋執好行李之後，就準備離開 Christchurch。我哋第一晚會向 Leyte Capo 留宿，由 Christchurch 揸車去 Leyte Capo 需要3個鐘頭。經過45分鐘嘅車程，嚟到一個河邊小鎮 Rakaia。公路旁邊有一個巨型三文魚雕塑，雕塑隔離有個廁所，大家可以喺度休息一陣。廁所環境都算乾淨，大家可以放心方便啦。去完廁所，我哋繼續出發。再揸1個鐘頭車，我哋嚟到另一個小鎮 Geraldine。鎮中心有一個廁所，真係幾方便。差唔多要食晏啦，我哋喺 Geraldine 揾咗一間唔錯嘅餐廳。佢離城鎮中心10分鐘車程。House of Hope 喺2022年開張，除咗餐廳之外，亦都係一間啤酒廠，推出自家品牌啤酒。Lunch menu 比較簡單，以 burger 為主，每個都係紐元29蚊。難得嚟到，多人要試下啤酒啦。我哋叫咗 House Beef and Beer Smash Burger， 裏面仲有煙肉同埋洋葱圈。呢個牛好香啊！呢份年糕爆得好甜。我哋叫咗 Batter Catch， 類似英式嘅 fish and chips。呢個魚都好辣喎，整得。仲有個魚真係整得幾好。好多大佬。食完 lunch， 我哋繼續出發，再經過1個鐘頭嘅車程，我哋終於嚟到 Leyte Capo。我哋首先要去到住宿 check in。Pepper Blue Water Resort 提供度假式住宿，適合一家大細嚟度假。我哋嚟到入口嘅接待處 check in， 喺隔離停車場泊好車之後，就可以入屋啦。入屋之後係一條走廊，所有房都向地面，方便搬篋。我哋嘅度假屋有3間雙床房，其中1間有套廁，房間環境闊落，其中2間有湖景。浴室設有花灑同埋浴缸，亦都有提供沐浴露同毛巾，牙膏牙刷都係要自己帶啦。參觀完樓下，我哋上樓上睇下。嚟到上層係一個大型嘅客飯廳。露台仲可以用餐，但係冬天都係留返喺室內好啦。飯廳隔離有一個開放式廚房，廚房設備齊全，大家可以喺度煮飯仔。喺度間屋 settle down 之後，係時候出去行下 Leyte Capo 啦。Leyte Capo 位於紐西蘭南島中央，湖水來自南亞爾卑斯山脈，因為景色真係好靚，係紐西蘭最受歡迎嘅旅遊景點之一。我哋喺停車場泊低部車，再跨過行人天橋。雖然行程上有啲 delay 啦，但係我哋終於嚟到呢個 Leyte Capo。哇！你喺呢度真係好靚，即係有個湖，然之後背景係一個綿綿嘅雪山，真係好犀利。不過呢度真係好大風，都赤赤地。跨過天橋，我哋嚟到一個紐西蘭最出名嘅打卡位。The Chapel of the Good Shepherd 建於1935年，坐落喺 Leyte Capo 南岸。教堂配上 Leyte Capo 同埋雪山嘅景色，話係仙境真係一啲都唔過分。夕陽照亮咗遠方嘅雪山，成為金黃色。太陽落山啦，氣溫越嚟越凍，我哋決定返度假屋唞一唞，夜晚再出嚟睇過啦。
Lake Tekapo 其中一個唔可以錯過嘅風光，就係夜晚漫天嘅星空。你有冇試過親眼見到銀河呢？呢度可以完成你嘅心願。Lake Tekapo 喺2012年被定為 Night Sky Reserve， 係南半球範圍最大嘅一個，幾乎冇光害嘅夜空，吸引大量天文學家同埋業餘攝影師到訪。親眼見過銀河，可能會改變你嘅人生觀。但係提提大家，觀星嘅時候記得着夠保暖衣物啊！嚟到第二日，旅程下半部分正式開始。我哋繼續出發，揸車前往行程下一個重點目的地 Mount Cook。由 Lake Tekapo 出發去 Mount Cook 需要70分鐘嘅車程。沿途嘅風景實在太靚啦，真係忍唔住要停車影相。我哋嚟到 Lake Pukaki。Lake Pukaki 嘅對岸就係我哋嘅目的地。今日 Mount Cook 嘅行程分為2個部分，我哋會分別由天同埋地出發，徹底感受一片人間淨土。首先由天出發，我哋嚟到 Mount Cook Airport， 準備搭直升機遊覽 Mount Cook。咁我哋而家就喺呢個 Mount Cook Airport book 咗12點半直升機 tour 上呢個 Tasman Glacier。到埗之後需要去接待處 check in， 直升機遊覽費用真係幾貴。我哋選擇咗 Tasman Glacier Explorer， 每人一次就要紐元585蚊。為咗做好安全措施，大家需要提早15分鐘到達，所以大家千祈唔好遲到啊！因為遲到而上唔到機係冇得退款嘅。係40分鐘嘅直升機遊覽，我哋會經過由冰川融化成嘅 Tasman Lake， 再經過紐西蘭最高嘅山峰 Mount Cook， 終點係降落喺紐西蘭最大嘅冰川 Tasman Glacier。我哋上咗嚟呢個冰川啊，靚唔靚啊？呢度好靚啊！呢度白色一片啊，好似去咗南極咁啊！雖然真係幾揦脷，但係呢個真係畢生難忘嘅體驗。
你又會唔會考慮喵曲嘅直升機遊覽呢？返到喵曲 Airport， 我哋再由地出發，繼續遊覽喵曲。我哋經過喵曲 Village 嚟到 Hooker Valley， 泊好車之後就開始一次東極嘅健步行之旅。Hooker Valley Track 係紐西蘭南島一條好受歡迎嘅行山徑，地勢平坦而且風景優美，老少咸宜。完成 Hooker Valley Track 來回需要大約3個鐘頭，中途冇售賣店或者廁所，大家要準備充足先好出發啦。行山徑有幾個分岔路口，其中包括一個紀念碑。行入分岔路口，再走一段石級，就會嚟到山上嘅紀念碑。阿爾卑斯紀念碑嘅設立係為咗紀念附近一帶喪生嘅登山人士。由阿爾卑斯紀念碑出發，再步行大約15分鐘，就會嚟到一個觀景台。觀景台可以睇到下面嘅 Hooker River。喺 Hooker Valley Track 嘅路上，會遇到3條吊橋，呢條被稱為第1條吊橋。呢度係呢個 track 嘅第1條橋啦，咁就佢寫明嘅係呢條橋每次只係可以過20個人嘅啫。頭先有個牌話加多1個都會斷，咁樣嚇人咧。行過吊橋，我哋繼續向第2條橋出發。我哋原本嘅目標係行到行山徑嘅盡頭，欣賞 Mount Cook 嘅景色。可惜過咗吊橋冇耐之後就遇上封路，唔可以再向前行啦。原因係第2條吊橋喺度維修緊，所以前面都唔可以再行啦。吊橋要喺2026年第2季先會重開，我哋唯有向觀景台打下卡就算咯。無論如何，雖然強差人意，但係可以感受到呢度嘅景色已經令人非常之滿足。咁我哋而家就打道回府啦。咁今日呢個 Mount Cook 嘅行程其實都幾豐富嘅。Mount Cook 呢度係值得大家嚟感受一下最純樸、最自然嘅地球環境。咁我哋今集咧去到呢度啦。咁咧，如果大家中意我哋嘅片嘅話，就記得 like、subscribe 同埋 share 我哋嘅 channel。咁如果大家有啲咩留言嘅話咧，亦都歡迎大家喺下邊留低 comments 俾我哋嘅。好啦，我哋下集再見啦，拜拜。下一集將會嚟到世界歷險之都皇后鎮，乘搭 gondola 喺 Skyline 品嚐地道紐西蘭 buffet， 參觀 Kiwi Park 認識紐西蘭獨有嘅鳥類，品嚐世界馳名嘅 burger， 嚟到世上第一個 bungee jump 地點，體驗極限運動。體驗紐西蘭刺激嘅一面，一齊探索世界歷險之都皇后鎮。